穿队服，今天穿队服太冷了。中国还是昨天那个打扮，是颜色也换了。他们三个颜色的衣服就是红黄绿，三个颜色，红绿灯的颜色是吧？红黄绿。前面那个穿的便装。今天的画面什么，有点黑，现在调高一点，我调了，曝光都加到2了。曝光加2了，调完调亮了一些。等一下我再调一下吧，再加一点。我开了自动啊，我开自动算是一个手动。我把那个调高一点哈，我调0.8。这有点亮了吧？我加到0.7了。口红没拿，底下那个没了。在蹦蹦跳跳的，小朋友在他面前，看吧，看狗狗，还有跳一跳。是亮一些了吧？好点了，对，亮度调高一点的。之前我用自动的、正常的。昨天晚上那个我切换镜头，自拍的那个镜头嘛，前置，我准备让取灯那个被卡了，然后马上软件就出问题了，就卡了，画面就没有了，然后就点任何都没用。今天我没管它，我就下播了嘛，然后今天开始直播的时候也有问题，就画面一直不显示，图像不显示，不知道咋回事。后面我停了之后再重新试就好了。像我用那个擦眼睛的布把擦一下，觉得不是很清晰啊，感觉。都穿了黑色的黑色的很受欢迎，因为显得比较高，显得比较瘦，显得比较指望很重。哎，感觉这个为什么？感觉倍数调低了吗？我靠，是说现在好一点。不好意思，刚刚搞错了，调了0.5倍。现在正常的比例1倍的比例，现在正常了。之前放了广角了。广角的吗？哎，我拍照的，我有升级的，怎么回事？
现在好一些，我刚刚开了0.5倍，现在是正常的1倍的效果。冬天现在没穿队服，队服比较凉，比较冷。因为他穿的衣服就是加厚的那种，没有那种。对，刚刚搞错了，没注意到那个。刚刚0.5倍，现在1倍。还是要问一下他名字啊。这是3年色，这个白色哦，白看阿童木。准备什么音乐？准备这么久？陈琳吗？呵呵，他戴眼镜已经在这个位置，在后面，在这个边位置。我那天看他几次，打招呼没看到。妈妈不在家。德国呢，视频后和那个另外一个拍的那个跳舞的视频还可以，他和战地拍了2个，我另外一个叫啥名字我搞忘了，也拍了2个，跳多好啊！视频后本来跳舞跳得好，就是郭清楚嘛，郭清楚。然后我问那个视频是谁拍的，我说是不是战地给他们拍的？这战地说没有，他不在那个地方。他就是放的 U 盘，现在连的蓝牙，现在连的蓝牙那些。怎么前一天回来？哪个？前星期3了，就星期4回来嘛。本来我是明天回来的呀，今天早上有大清早的店里面的人给我打电话。哦。谢谢。你应该在西湖那个桥那边去拍，中间。真的，我就在西湖啊。但是我看你在路边上面那大路马路边上。我在拍的。哦。没去，下一次那边没有那种摄影师的话，他们专门去拍那种的。哦，你可以自己拿个手机对着拍一样的噻。我没带架子啊。哦。拍不了，而且我住的地方，我上货的那个区就在西湖边上嘛。哦。拿出来拍的视频，在西湖那边打卡，但是看不出来是西湖，只知道是杭州，只知道是杭州。不是连呀，拿不上，是扎西在选音乐，在选。你知道吗？啊？姐妹。在这种场合一般都说的是普通话，一般没跳舞的时候四川话。还有一些没来呀，有些没来。这个是开场的音乐，这个才正式开始。
这个就是一个，说我是不是要更升级？该换个相机吧？相机对，相机都可以。有点老了感觉。不老吧，这个就是新的。新的吗？这个是新的。哦，佳能的啊。反正是。学一下，学完了再可以换。哦。他是你弟弟吗？他们说是你弟弟。不是这个，不是这个，我有一个弟弟。哦，另外一个哦，另外一个那边很少来哈。对，他在开铺子。哦，对。哎呦，先没保养呢。不要吃了都。过来嘛，先吃。当保安，保安就是养两个和混合，这边还有辅警。这儿有卖房地产的，有卖楼盘的，有卖什么都有卖的，卖玩具的，卖茶，卖烧烤的，卖饮料的，卖鲜花的也有，小的那种。没的，应该有估计20-30个左右吧，还计划。因为文江那边郫都区都好多课，郫都有几个吧。还有文江区也有，双流也有，还有那个西门那边还有几个，包括天空那边还有几个，10个是有的，20-30个是有的。maybe 只能说这样，大概吧，应该现在全国的太多了。点赞啊！
我觉得。对，学校里面不出来，西南民大航空港校区那边星期六晚上也可以拍，但是不让进去，一些有关系可以进去。那边是学生多几百人，好像宁儿那边里面也有吧，就云南老校区这边应该也有。还有很多，有些是小的房子。诶，他那个挂的东西就打小了起来。还没来呢，结果看直播了，看了1分钟左右就没看了。我觉得他没进去看了，应该是在发视频的时候我有一个推荐的。他长痘痘了，长2个，我应该来吧，如果加班了。最冷的时候0度等了我们的，现在还没到0度程度，还有1-2个月。成都最低温度就0度吧，0到1度左右。但是人没有下雪啊，它不下雪。看到我现在披风不在了，一个团队水没去吧，肯定这个吧。那里到藏区的这边，基本人是最多的，就是知名度最高就这个。每到一个地方就人山人海的。藏区西藏人民，不是西藏，藏族人民都知道这个团队，最好，全是年轻人嘛，他们最出名就是全是年轻人，队伍比较庞大，人气很高。他们出去，比如说一些政府或者是请他们去的话，应该需要10来个人吧。1/3左右。
团队比较多的是安卓的，就是永吉他们以前那个团队，30个人，还有这个团队37、36个，基本上超过30个比较很少。白玉县那个团队应该是比较20个人，他队伍比较多，像红原县有3、4个队，应该不止。关公嘛，就说规模比较大的应该有3号工厂在里头，像阿坝县的还有阿坝县、德州县那个自己说的每个县都有，每个县有几